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心理殿堂嘅頻道，我係你哋嘅主持郭正彤。今集呢就有少少特別，有少少同社會事情有關嘅。香港最近嘅出生率去到史無前例地低。香港出生率本來都係呢個世界數一數二低㗎啦，如今更加低。2025年嘅整體出生率呢，往年跌咗14%，比往年跌咗14%，甚至比疫情時期呢就更加低。預測我哋香港嘅老年化嘅問題呢就會越嚟越嚴重。出生率就會越嚟越低，出生率越嚟越低咧，婚姻率亦都越嚟越低，呢個就係香港嘅現象。我今日要講嘅咧就係第一，香港嘅一眾嘅官員同埋香港嘅立法會各大議員，香港嘅管治班子同埋呢啲咁嘅勸諫政府嘅人才，全部人喺婚姻率同埋出生率方面咧束手無策，因為佢哋喺愛情方面、婚姻方面、生兒育女方面咧，並不是專才，有可能佢哋嘅了解、知識同埋能力比一般人更加低添。呢啲就係你嘅管治班子啦。第二，婚姻率下降、出生率下降呢樣嘢，亦都係代表香港嘅男男女女對呢個婚姻嘅不信任。兩邊都有兩邊嘅心理原因。係聽得心理殿堂咧，就係有咩關自己事，自己有咩着數。所以今日就話俾大家聽。反而咧，我就話俾大家聽，喺造成呢個現象咧，因為好多人喺愛情能力、愛情嘅知識、婚姻嘅管理嚴重咁缺乏能力同埋知識，佢哋能力相當於低。咁所以話，如果你係有志者，你有心學、有心掌握嘅話，而你能夠同其他人做唔同嘅嘢，你可以喺呢個男女嘅世界裏邊，可以真係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，你可以多咗好多機會，因為你嘅對手好差，而且個個人都。你不但止係對手差，直情係成個市場咧係非常之大嘅准入度，予取予攜，因為根本好多人都冇咩着落。掌握咗4種能力咧，你可以喺呢個男女社交上邊，喺愛情關係同埋婚姻上面咧，可以好容易地要揀到你自己最心儀嘅嘢，因為你會有多咗好多選擇。掌握呢4個能力，我轉頭會慢慢同大家解釋。最後就係、到底值唔值得付出？其實係值得嘅，唔好俾坊間嗰啲垃圾資訊影響咗你嘅心思意念。好嘅，因為心理殿堂主要俾男士睇嘅，咁所以咧我同男士講，好嘅女性出邊好多，香港亦都好多。唔好俾出邊嗰啲負面嗰啲咁嘅講到香港女仔幾差嗰啲，唔係個個人有嗰啲咁嘅劣質條件嘅啫，好多人咧都好 OK 嘅。仲有，就算除咗香港之外咧，你眼光喺而家呢個世代應該放喺海外都仲有好多機會。只要你咁開拓就得㗎啦。